改寫句子反義詞篇。以下我哋有3個句子，請大家一齊去諗下邊啲詞語可以被換成佢嘅反義詞，然後改寫成新句子。俾個提示大家，佢哋會係形容詞嚟㗎。第一句，爸爸工作認真，逗號，因此多次受到上司讚賞，句號。認真我哋可以轉做馬虎，而讚賞我哋可以轉做責備。因此整個句子就會改寫成爸爸工作馬虎，逗號，因此多次受到上司責備，句號。然後第二句，走過這條明亮的小巷，逗號，便到達那個熱鬧的公園了，句號。明亮可以換成好暗好暗，漆黑；而熱鬧可以換成冇乜人，冷清。成個句子可以係走過這條漆黑的小巷，逗號，便到達那個冷清的公園了，句號。最後第三句，由於這間餐廳提供的食物質素欠佳，逗號，所以營業額銳減，句號。呢題有少少難啦，欠佳，佳即係好，欠佳即係唔係幾好，唔係幾好。調翻轉，我哋可以用良好喎，欠佳換做良好，而銳減咧，調翻轉，要減得好快，咁即係要增加得好快。我哋可以用劇增，銳減換做劇增。全句嚟一次，慢少少啦。由於這間餐廳提供的食物質素良好，逗號，所以營業額劇增。句號，考考你，以下呢一個句子，請你用同樣做法改寫句子。發展商在市中心拆卸了一些設計古舊的樓房，句號，